想投資但又驚揀錯股票，成日覺得投資要好專業先得。其實有個方法就係 ETF。ETF 全名係指數股票型基金，簡單講，佢就係將一籃子嘅股票打包成一隻基金，可以分散風險之餘，手續費又平，仲可以隨時買賣添啊！例如追蹤恒生指數嘅 ETF 盈富基金，就等於投資咗香港90隻嘅藍籌。又例如追蹤標普500嘅 ETF VOO， 就等於投資美國500間嘅大型企業，即係話你買一隻嘅 ETF 就已經投資咗幾百間嘅公司，風險就自然分散咗啦。咁點解 ETF 有咁多人買呢？因為分散咗嘅投資就可以減少價格嘅波動性，只要用日積月累嘅方式，持續、耐心、專注咁投資 ETF， 再加埋複利效應，錢滾錢嘅威力先至可以發揮到㗎。記住 ETF 唔係發達捷徑，佢係長期投資，做到同市場一齊成長嘅投資策略，所以你都可以實現屬於自己嘅投資。記得 follow 我哋掃金視野，一齊學下點樣令錢越用越聰明啦！冬日勁想抽，總值超過27萬名牌家電任你抽，立即下載 EBSI Go 齊齊抽啦！